工作上的亲密战友成了旅行中的最佳伴侣，和闺蜜的无话不谈，是到夜晚也得好好交心。只是在客庄的这一晚，我们还有美食相伴，而且真的是吃在地。台北5星饭店的主厨回乡发扬小农特色，客家风味被诠释得丝丝入口。你看，这是高丽菜干做的肉卷呢，好香哦！你不觉得这趟礼行 CP 值很高吗？不过我觉得这次就味道这么好吃，是因为老后朋友穷哈礼行有你才好吃。那这一餐就你请客喽。你这热小童啊，喝起来好清爽哦。好清甜哦。好，欢迎上个菜。这个主菜有一些浓浓的客家风味，就是我们是用陈年的阴豆，我们把这个阴豆泡了那个米酒。泡了米酒之后的话，等到现在要出餐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淋上我们的酱汁，然后再淋上黑豆，然后让它跟鳕鱼一起去蒸过。那所以在吃的时候，它那个风味、那个 flavor 的感觉会特别的浓郁，这样。餐桌的响宴后，身体也发出渴求讯号，疯狂玩乐让我俩肌肉酸痛 ，SPA 成为此刻唯一的救赎。老师好，老师好，老师你好，我们有预约 SPA 哦，你们来玩的，可以来这边放松一下。我们老好朋友 Q 哈礼行。对啊，这趟旅行，这趟礼行超棒的，没错，好好的，好吃好玩哦。好累哦，现在被你这样直压，真的是轻巧怂。用力的玩也要用力的放松，所以 SPA 当然不够看。老后朋友 Q 哈礼行在瑞穗这个有温泉之乡美誉的地方，当然得要一清方泽。柔滑的温泉水温暖了身心灵。你会不会觉得这真的有一种那种强怂跳苏球喊跟时光的感觉？真的呀，你不觉得这趟旅行超棒的吗？真的。哦，终于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了。今天这样子行程太精实了，水泡汤很重要。老后朋友 Q 哈礼行是人生中最美的回忆，一起疯狂，一起沉淀，然后可以一起回味一辈子。